大家好，安尼咱即马来介绍另外一台望远镜，即台是 SLT 望远镜，伊是直径40公分宽的望远镜，咱来去内底看觅。另外一边拢是一寡机器啊，遮嘛一寡主要拢是望远镜的一寡工具吼。咱的40公分的望远镜伫楼顶，爱为遮爬起哩，小可有较惊。好，安尼咱即马看到的即台就是 SLT 40公分望远镜。一般咱若是讲40公分，伊的意思就是讲伊内底主镜主镜是40公分宽。咱来小可看一下。一般来讲，就是若是咧做研究使用的望远镜吼，就是你较常看到的拢是反射式的望远镜，就是反射式望远镜。反射式的意思就是讲，伊内底是一面镜，咱若咧要观测某一个目标的时阵，就是伊的光路会先行到下底的迄个主镜，再反射到面顶。你即马看到迄个，即个部分是次镜、次镜。来到反射到次镜了，伊则搁即个光线则搁拢总收入到下底电脑卡梅拉电脑安尼就是咱咧做观测的时阵，主要用反射式的望远镜的时阵，是安怎摕到咱的资料。你即马看到的就是面顶，搁有一个迄个感色的，即个较细台。是安怎即台放伫遮因主要就是讲。即台是主要是咧找咱的目标用的，因为较细台的望远镜，伊其实会使看较宽的范围。但是较大台的望远镜，因为伊要看较，就是伊要看较精准，伊要看物件看较详细，所以伊其实会使看的范围会较细。搁续来就是即台望远镜，咱下底接的即个叫做测度仪、赤道仪。伊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因为咱地球会自转嘛，所以咱若是用卡梅拉咧翕的时阵，其实天顶的星会走。但是咱若是要做科学研究的时阵，咱需要讲咱即个目标一直固定伫同一个所在，所以咱需要即个测度仪来帮助咱翕的目标会使一直伫迄个画面的中即个测度仪主要伊的功能就是讲，伊会使甲咱地球自转。伊其实伊甲地球自转方向是倒变的，所以讲伊会使抵消即个地球自转造成的影响。所以讲，咱即个望远镜下底，你即摆看到下面即个就是来帮助讲咱会有法度追踪咱的目标，安尼。好，安尼说落来，咱来看即台 SLT 望远镜内底生做啥物款。你即摆看到的，这就是伊的镜面，这是40公分，直径40公分，头前即片乌乌的即片，这就是次镜、次镜，所以就是咱即摆咧观测的时阵，咱若是观测某一个目标，伊的光路就会先行到下底迄个主镜。再反射到即个乌的即边，即个次镜，再为中去讲，行入去，落尾就是咱用卡梅拉甲电脑甲咱看到的信号接收起来。安尼这就是咱反射式的望远镜，观测的时阵是安怎摕到咱观测的资料。好，安尼咱即台 SLT 望远镜的介绍。就到这，感谢大家。